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两大企业拢是台湾之光，究竟是金源代工的龙头台积电。最近的股票连起10礼拜，是1994年17以来起上久的一届。另外，台积电的取代嘛，第一届赢过三星电子，将做亚洲上有价值的科技公司。另外一间是 IC 的设计大厂联发科，抢离的手机晶片的龙头高通的头前，来发表着上新的5G 系统的单晶片，这个技术全球第一。 这个民主我们感到是非常的骄傲的。若是总统感觉骄傲，市场嘛看好。台积电的接手创新两项的历史纪录，首先台积电的股票连起10个礼拜，是1994年上市以来上长的连起的纪录，起的幅度是高达17.7%。第二是台积电以2627亿美金的市值，第一次超越三星电子的市值2611亿美金。 将做亚洲上有价值的科技公司。三星在晶圆代工的一个事业，它的一个拓展其实并不顺利。台积电它虽然是只有专精于在晶圆代工，不过它把这一块其实能够把它的一个竞争优势发挥到一个相对的极致。另外，跟台积电有密切合作的联发科，嘛伫5G的技术上领先全球。我们不是只做手机的应用而已，我们在这个非手机。 5G 的连线的应用上面，我们也会及早的进入。不只是落1000亿的代票，像伫全球手机晶片龙头厂的高通前面发表基干级的5G 系统的单晶片，嘛甲个人电脑处理器龙头 Intel 合作，甲上新的5G 的数据机导入个人电脑市场，表现非常好。互联发科的股价对年初到即马是大起特别7成，期待嘛重回6000亿大关。5G。 联发科找来台积电等合作伙伴，爱大家有钱做伙赚。另外，台积电、联发科两大公司嘛伫技术上领先全球，会当称呼是伫企业界两大台湾之光。